最近大家都可能經常聽到張雪機車呢個名，全因為佢嘅車隊喺世界超級電單車大賽之中，歷史性為中國贏得6次嘅冠軍。到底張雪係何方神聖呢？其實張雪早喺20年前已經有啲名氣，被人叫佢做懷住賽車夢嘅瘋子。佢出生於湖南，自幼父母離咗婚，家境十分清貧。細個嗰陣睇賭場越野拉力賽，自此之後就立志要成為賽車手。佢14歲已經冇讀書，一心專注喺維修電單車方面，但係因為先天資源不足，唯有靠住一股傻勁去尋找機會。20年前佢得19歲，為咗爭取湖南衛視嘅採訪，佢報喺攝製隊住嘅酒店去等。好在最終都成功說服到記者，俾個機會佢表演佢嘅駕駛技術。佢揸住架爛鬼電單車，一次又一次咁衝上去個田埂嗰度，可惜冇一次成功。當攝製隊離開嗰陣，又濕又凍，佢冒住雨揸車追咗3個鐘，就係為咗爭取多一次嘅表演機會。上電視對你這麼重要嗎？上電視不重要，但是有車隊看到我，讓我進車隊很重要。因為只有進車隊你才可以去比賽。一個人不管你失敗還是成功，你年輕的時候沒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會後悔。年輕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敗了，不會後悔，肯定不會。節目播出之後，唔單止感動好多人，亦都終於俾車隊睇到，成為一名自雇嘅車手。可惜面對住高昂嘅參賽費用，加上有唔少傷患，仲有生計嘅問題，最終令到佢唔可以繼續做車手。2013年，張雪一個人去咗重慶創業，由改裝電單車嘅小店起步，做咗幾年都積累到唔錯嘅口碑。2017年同人合作創立海悅機車呢個品牌，佢旗下嘅車款好受市場歡迎，營業額仲不斷上升添。可惜當時嘅合夥人較側重喺盈利方面，但係佢就懷有更大嘅理想，希望研發高性能嘅引擎，令到國產嘅電單車可以衝向國際。最終佢只好選擇抽身退場，更不惜借錢去自資研發引擎嘅核心技術。2024年，張雪用自己嘅名創立張雪機車，自主設計、研發同埋生產。現時張雪機車每年嘅營業額超過7億，更成為供不應求嘅搶手貨。雖然20年來不斷經歷傷痛同埋挫敗，但係張雪就從來都唔會退縮或者放棄。佢就係咁將一個睇落遙不可及嘅少年痴夢，造就成為真實嘅傳奇。有夢想就去追，因為勇敢，我的人生更精彩。下一集為你解構張雪機車點樣打破歐美日幾十年嘅壟斷，6次贏得歷史性嘅冠軍。